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，解说解说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有的人成功一半摆达到机会，发展是靠好运的，原来有。啊，硕士新闻内底一句诗咧讲：流水下滩非有意，白云出岫本无心。解说落去就是讲，水流到低所在，迄毋是有意。水本来就流向下嘛。啊，白云出岫。山间飞出来的白云，嘛毋是有脚有手会行会走，迄原来无心飘来到咱的面头前。啊，总是人咧讲吼，好运的一半摆啊啦。武松拍虎，互你上好运。本来虎已经到伊的耳孔边要甲咬落啊，像啥讲武松困甲长落面，写网啊，但面伊的鼻孔安尼摇摇摇，骨头母吟出来，飞落去，煞甲虎结甲戆去，武松才醒起来。甲好掠去抬，安尼就对啊。当然，人咧讲俏谈啦，毋过正要讲是讲，硕士新闻咧甲咱教道理，好运的一半摆啊。慢慢，人若开始伫社会甲人有坐徛，咱爱学呢，爱学安怎样？爱学会晓分捧场，爱学会晓分黑白，爱学会晓分好歹人。毋则共款硕士新闻另外一句对句，讲话说点塔七赞，不如暗处一丁；众声隆隆，不如高月独明。硕士新闻就是对句太济，所以有一寡汉文先生，伊无讲硕士新闻，伊讲硕士新闻。咱知影台语的时是第五条是平声，啊诗句迄个诗是第一条，原来平声，所以讲音转过去讲硕士新闻，就是规本内底拢诗句，即个意思搁真原来捌听过。啊点塔七赞，不如暗处一丁，这就表示讲佛教伫咧叫人点光明灯，规间庙是安尼。点甲满满是七赞，假使讲人黑暗的所在，你去讲雪中送炭，做一个好代志，点一拍灯互人，就亲像讲满天星众星朗朗，这边嘛闪烁，迄边嘛闪烁，假使高月独明，一粒月亮安尼光闪闪、圆润润，这叫做啥？我想头拄我咧讲，假互你有谈社会，甲人有坐徛者，你着爱晓分好歹人，着爱毋通直直敢若对人探针，咧做迄个锦上添花的代志。咱家己爱会晓想，会晓想讲，乌甲白芳甲草，咱分会明。咱爱去做雪中送炭的工课，暗处一定黑暗的所在，送一拍灯火去，咱真正有出着力，咱家己心内嘛感觉安慰。这就是解文说理，硕士新闻甲咱探讨的道理。